報稅要留意。究竟要唔要報稅？留意以下3點。第一，只要收到綠色信封報稅表，不論人工有幾多，都要報稅。第二，人工1年少過132000或以下，就唔需要交稅，但係亦都要填報稅表。第三，收到表格後1個月內要寄返俾稅務局。報稅要準備啲咩呢？第一，糧單，記得包括現金糧。第二，強積金證明。第三，供養家人嘅身份證號碼。點樣可以扣減稅？稅務局有好多免稅額，填咗可以扣稅。例如傷殘受養人、供養父母、55歲或以上、供養子女、供養兄弟姊妹、強積金、慈善捐款、租金、自願醫保、年金。點樣交表？可以紙本郵寄，填好表格，貼足郵票，放入綠色信封寄出。又或者可以上網報稅，透過智方便申請稅務2，網上填表幫你計稅額，仲可以延遲交稅。例如有啲大公司會喺網上邊幫你填資料，非常方便。仲要提醒大家，記得唔好遲交，遲交可能會犯法，或者會被罰錢，甚至被控告。單據記得留底，所有嘅糧單、學費單、捐款收據，請保留6年，以備稅局抽查。